啊，前即几天来落雪，即阵啊，若无用工走到高山去看雪，其实伫咧平地同款会当看到美丽雪景哦。花莲的木瓜溪桥，都是真侪乡亲看雪的好所在。开车为寄来雪景前驶过这浪漫的场景，伫花莲木瓜溪桥就看会到。伫平地就使看到吉来山山顶的雪美丽景色，袂说是寒天行来明信片，有这个民众去欣赏。如果它0度的时候啊，它雪没有那么快融，所以基本上雪不融的时候啊，你在平地上基本上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旗来上面的雪景。除了伫平地，有一个民众走去视线更较好的火电山去欣赏雪景，因为这款的美景有时间限制，过几天若雪融去了就无暗。因为很怕下午开始变天会有云层把它挡住，难得会看到整个花东纵谷的山势，包含旗来山整个高拔的显示，这样才看得到。是要伫平地就在欣赏到落雪美景，咱乡亲一定要把早起时段，在下晡搭望进前，旗来山的视线真清楚，伫台湾就使感受到外国的气氛。